乡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6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68732个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有甲地方政府讨论过啊，即马决定65岁以上快筛阳性的人，经过医生评估，就当直接开药啊。若相关的配套等规划好势，就会实施。另外，3天加4天的居家隔离政策，冇可能会搁再放零。不排除住过3档预防下的人，快筛阴性就唔免隔离。若这部分嘛是要等讨论好势，就会实施。15台湾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增加68732例，其中新北增加22891例上侪，全台湾增加125例中重症案例，有19个死亡案例，因拢有慢性病史，其中有8个人无做过疫苗。死亡的部分呢，年龄都是在70多岁到90多岁之间，病程主要都是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竭为主，8位是没有接种疫苗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长者能够特别是有慢性病的长者，还是能够去接种2剂以上的疫苗。行政院长苏贞昌批判定案要放零居家隔离措施，指挥中心表示，14、15有甲地方政府开会讨论，虽讲也有部分无达成共识，不过大家拢同款想要减轻行政负担，详细配套措施16以后才会公布。已经打过3剂疫苗的，是不是可以放宽它的一个隔离的强度？那在今天早上这一题里面，还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最主要有人认为说要更松，就希望这些人都完全进到0+7，或者做一个低度管制。另外，65岁以上的时段，若是快筛阳性，经过医师评估就会使摕药啊。目前已经有共识，伫咧研究相关配套措施了后，就会公布。也算是有共识。那至于说快筛是不是要跟确诊绑在一起？好，那这个大家今天的意见仍然很多那我们会研议。虽讲快筛试剂适用对象无包括2岁以下的囡仔，不过指挥中心表示，若要是有2岁以下的囡仔快筛阳性，经过医师的确诊，指挥中心会尊重医师的判断，唔免经过 PCR 体检。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对今日开始，疫情指挥中心嘛开放下注嘅民众会当去做第4档预防针。有3类人计共400万人下注价。若上新的消息是，自本5月12日送到为77万档 BNT 的预防针，早起是送到台湾啊，所以上紧伫20时会当开始注射。做疫苗进前，医护人员先预告可能出现无爽快情形。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一直增加，中央伫16开始开放符合资格的人，应注第2剂对家疫苗，也就是俗称的第4剂。全台有过400万人符合资格，包含65岁以上劳动人、长照机构居民，甲18岁以上免疫不全、甲免疫力低下而且病情稳定的人。不过符合资格对象，第1摆对家疫苗甲第2摆疫苗要隔5个月。为了安全啊，像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尽量是说这样我们打了小朋友也好了。接受，你接受？对。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现在病情都是自保啊，有好处啦。对。但是您会观望一下就对。对，要观望。那观望的原因是？看状况好不好啊？符合资格人大部分愿意做第4剂，不过也有人在等。有医师表示，根据英国研究报告显示，第4剂对老大人防止断气、防止动症都有明显的效果，也提起第3剂疫苗伫第4、第5个月了后保护力，可能感觉甲无做疫苗状态同款。符合资格老大人一定爱做。技呢，其实在蛮多进步国家都开打了而且呢，有些国家还开打很久了。当他们第3剂已经打得太久，然后会有那个变异株再度入侵的时候，第4剂都还能够发挥很高的一个防住院的一个效果。目前新北、新竹、嘉义、台南、高雄拢伫16开始做，其中高雄各加200块的奖励。或者在高雄符合资格老大人5月底进前做疫苗，应领到700块的礼券。民众官是表示，因为原来老大人注册做第3剂，伫3月中第4剂要隔满5个月，要等8月才能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水气搁增加，气象局早起有针对1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甲苗栗，敢若14度7。咱做回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水气同款较济，西半部、东北部、花莲、台东雨会较粗，嘛会细致上大雨。
气象局早起有针对1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受停留性方面的影响，屏东的山区已经咧着大水雨，嘛爱设置单雷公甲强阵风。今日温度同款较凉冷，早起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甲苗栗，敢若14度7。今日北部、东北部日时的高温嘛无悬，敢若18度至20度。若明仔方面就会离开啊，西半部变侪云，东半部甲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是不时有局部阵雨。若明仔开始，温度卖回升，所以各地高温明仔有27度至31度。等到拜五，阁有另外一波方面会到位，水汽阁会变侪，西半部依然会上大雨，温度嘛小可下降。来关心疫情，特别进入高峰期。立法院法制局建议高中高职以下学校停课停到5月底，也是停到这个学期结束。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嘛呼吁政府对5月23后礼拜一开始暂停实体课程2礼拜。若教育部是回应表示，已经有开放学生会当看状况请防疫假，若学校嘛会使看办事，家己决定。疫情继续扩大，大家拢关心校园防疫安全。立法院法制局针对校园停课标准提出报告，建议各县市依照实际情形索案，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的全校停课标准，爱评估直接停课到5月底，或者是学期末的可能，避免短期内反复停课复课，增加染疫风险，佮减少师生困扰。另外，每一个家庭状况无同，爱提供资源协助各小以下学校实体课程甲远距教学，互家长有选择机会。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呼吁5月23到6月初5暂停实体课程，改做线上教学。除了有确诊师生，有很多的学生呢请假在家自主防疫，所以上课人数非常难以控制。然后课程的分流教学呢，实体跟线上要同时呈现，对老师的教学负荷呢更是难以达成。家长团体表示，是不是停课尊重政府防疫考虑？那停课也是希望学校协助有需要家长照顾囡仔。如果说真的要做这样子的决定，那可能学校是不是可以比照去年，至少要开放给没办法在家安置的这些12岁以下的学生，可以到校里到校来一起来做安置的话，那这一定是必须的。台北市新北市拢表示，看疫情状况，随时甲教育部讨论调整教学方式。教育部也回应，学生甲家长研看家己的状况，向学校请防疫假。再来也不纳入学生个人出缺勤的一个记录，而且我们不会把这个让他请假这段时间，我们也不会去扣减他的学业评量成绩啦。教育部也授权学校应依照校内疫情决定是毋是全校或者是部分班级停课，希望寻求更大保护师生安全，也继续配合指挥中心甲疫情发展来评估修正。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5月15昨昏是全国儿童安全日。根据统计，最近3冬有超过28000个约未12岁囡仔因为交通事故伤亡，其中有79%是坐车出车祸。专家即马是认为讲，家长骑奥多摆也是赛车载囡仔会出车祸，所以问题是出伫家长，所以应该加强父母的交通安全意识。来看自由时报。有个案证据即马显示，中国继续利用网络媒体甲平台，对咱台湾青少年进行统战宣传甲认知作战，透过培养甲训练台湾网红，伫网络发表支持中国的言论。咱中委会是表示讲，已经咧研究反制作为，总共有台湾的网络红人、网青甲中国合作，会当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罚，甚至有可能会当用反渗透法来严办。来看中国时报。汉光38号演习，抓定兵棋推演，今日开始到5月20，计共有5天。过去拢是用电脑伫电脑顶面进行，若今年改用纸本。国防部是表示讲，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咱学着驾驶，所以该用调集国军重要的干部，面对面讨论战术。继续关心富邦产险是宣布讲，对5月14开始，防疫保单2张以上的就会退保，总共已经纳钱的就会退钱，这是引起民众怨叹甲不满。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嘛表达不满，要求金管会爱负起监理的责任。金管会是回应讲，产险是1年1保，无保证讲会当直接保落去，所以保险公司照理讲是有核保权。
针对这个防疫保单，富邦产险则是搁再宣布，即日起中福投保防疫险一律拒保，那已经靠钱缴费也会拒保退费。是在保险之前有把规则讲清楚的话就可以，可是你如果说因为现在疫情变严峻，然后临时更改规定，我觉得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不对的。保险经纪人商业同业工会讲，富邦产险向向的拒保新规定，互伊毋知要怎做，更加互保护一直骂，因为卖手人已经拢缴钱啊，就差一张的保单。认为保险公司拒保，应该伫咧收保费进前，收保费了后再退回，争议真大。因为保险公司不只是核保了，甚至他已经扣款了，那又要把人家所缴的保费或者是已扣的款项要退回。那我们就觉得比较大的一个争议。民众来投保的时候，他可以去做核保评估。财产保险比较有附保险，人身保险其实不太有附保险的情形。伫富邦产险头一个拒保了后，袂少的产险的业者也安尼做。新光产险15宣布，凡是投保包含同业2张以上无核保的人，一律退保退费。另外，第一产物保险的团说，内部有法批讲，若发现投保3张以上且毋通受理，减少通知价一个退费的作业。他反而都是被动的，从客户端收到简讯之后，才说怎么又出了这个动作，是会造成那个沟通上困扰了。最近产险公司拒保，毋过有业者是另外操作，是咱东京宣布袂安尼做。金管会讲，中福保险拒保争议太样，也搁调查，会深入了解，再搁对外来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刷来甲乡亲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28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68769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768543例。中国的病例伫 WHO 的统计数字超过155万例，日本超过800万例，韩国超过17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4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900万例。那国际航空业者顶一仔是伫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开会，讨论解除防疫措施，已经登好了后，民众会小济出门去佚佗的起草。马里又讲，对2023年明年开始，航空业就会变甲正像市。喷射引擎的噪音对航空业界甲真希望出国旅游的人来讲是真好听。Alta 认为，原本预期按到2024年才开始恢复的航空业景气，有希望提前到2023年。All of the airline CEOs that I'm talking to are saying not just good demand for near-in travel, but they continue to see demand as they look through the year. 业者认为，有坐飞机需求的人，伫各国拢放零甚至解除防疫管制了后，为订票需求成长的情况，对看出航空业景气已经进入恢复期。Summer is going to be good. I'm pretty confident. I mean, the world is at in a lot better place than ever before during this pandemic period. 路透社报道指出，俄乌战争依然在进行，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坚持清零政策，做好疫情一时尽快控制，互中国航空旅游市场所安，这拢无惊走想要坐飞机出国的人。The challenge is how much of that is just pent-up demand that will then dissipate as we go through the year. But all the indications we're seeing at the moment is that, a slight increase in fares that we've already witnessed is not deterring people from travelling. You see inflationary pressure on the consumer. You see inflationary pressure on commodities. I mean, the oil spike, all that will affect 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y. 对俗嘅航空来讲，燃油起价幅度至少要由业者家己吸收部分，所以亲像维资航空都以机会避险的方式抵消起价压力。Alta 认为中国为坚持清零政策，目前防疫管制比欧美严格，对航空旅游的限制也较济，或者亚太上大民航市场拖累全球航空业复苏的脚步。不过，全球航空业整体恢复程度，原本按算2024年才开始，目前看来应提前到2023年。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
芬兰伫昨昏宣布，因要申请加入北约。瑞典嘛打算伫因的国会讨论加入北约的代志。北约是表示欢迎，也毋过土耳其表示反对，因为土耳其讲，这两个国家支持极政组织库德工人党。Tasavallan presidentin ja hallituksen ulkopoliittinen valiokunta ovat yhdessä linjanneet, että Suomi eduskuntaa kuultuaan hakee NATO-jäsenyyttä.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加总理马林15最近开记者会表示，申请加入北约是历史性的一天，也讲这是甲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对普京接到相关消息的态度正冷静，因也意外。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普京甲尼尼斯托讲，芬兰安尼斯做是错误，也引起俄罗斯的愤怒，也用欠钱做理由停止对芬兰供电。Joo, ensinnäkin miksi soitin? Minä tai Suomi ei ole mikään livahtelija, joka häipyy hiljaa nurkan taakse. On parempi sitten sanoa suoraan se, mitä muutoinkin on jo sanottu, myöskin kohteelle. Näin halusin tehdä. 芬兰甲俄罗斯的边界1300公里，进前芬兰拢是采取军事无革命政策，不过乌克兰被入侵，芬兰甲另外一个国家瑞典就开始讨论是不是要改变中立的立场。瑞典的总理安德森讲会去国会争取加入北约。Our 200-year-long standing policy of military non-alignment has served Sweden well, but the issue at hand is whether military non-alignment will keep serving. As well. 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讲，这两个国家申请加入是历史性的时刻，不过土耳其反对。Their membership in NATO would increase our shared security, demonstrate that NATO's door is open, and that aggression does not pay. Turkey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ir intention is not to block membership. So my intention is still to have a quick and swift process. 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讲，芬兰甲瑞典支持和土耳其看做是非法的库德族激进组织库德工人党，是互人无法度接受并且正见效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对今年初到今，北韩试射弹道飞弹已经15架啊，其中5月初试射飞弹随风射程敢若600公里，也毋过这是对水底射出来的，压贴性真悬，引起外界烦恼，北韩的战力会搁再提升。 우리 군은 오늘 오후 북한이 한경남도 심포 해상 일대 잠수함에서 발사한 것으로 추정되는 단거리 탄도미사일 한 발을 포착하였습니다. 이번에 발사한 탄도미사일의 비행거리는 약 600km, 고도는 60여 km로 탐지하였으며 北韩国完成由长水南发射飞弹的测试，虽然是低挺飞弹，不过有关为东北亚局势带来更较侪变数。 长水南发射飞弹想法起源伫日出大战末期，纳粹德国。不过上早是显示伫冷战高峰的1955年，前苏联第版已改装的611型长水南为水面下骹发射飞毛腿飞弹。美国到1960年代才有第一种 SLBM， 号名叫做北极星。伊甲陆地发射飞弹上大无共，是伫飞弹爱先离开长水南准心甲水面，将点到火箭引进这种技术叫做冷射，爱以高压气体灌入封闭 飞弹舱，同时拍开外部的舱门。飞弹舱压力达到一定程度，飞弹就会离开准心，跳出水面。经过事先算好的表述，火箭引擎自动点到，这时阵飞弹就甲陆地发射同款，照导引的定时飞向目标。陆地甲水面发射飞弹，无论大小，要用冷射方式，毋是直接伫发射平台点到引擎，来保护人员甲设备安全。 北韩伫几年前就照飞弹试射显示已经掌握冷射的关键技术。 因为长水南准心大小限制 ，SLBM 的体型也比陆地发射飞弹较细，射也较低。北韩北极星飞弹射程高算无到1000公里，表面上看起来数真济，不过咱有效缩小核弹头安装伫飞弹顶悬，配合长水南的隐秘特性，对日韩等周边国家依然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成做谈判时阵重要的手段。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 来关心美国纽约州有一个非洲人在大社区，社区内的超级市场拜六去予一个18岁白人少年家乌白开枪，造成10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
若上新的消息是，礼拜时伫南加州的教堂，嘛有人乌白开枪扫射，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若这2个事件，2个嫌犯都已经被抓到啊。伫水牛城连锁超市 Top Friendly Market 大开杀戒，造成10几人死亡的凶手，今年18岁詹德龙，14项甲犯案时阵所穿的迷彩军衫、防弹衫、帽仔脱落，穿着变一变色的白色检查衫，互警方压降水牛城法院提审。法官当场下令以谋杀罪名拘留，未当保释。根据目击者讲，超市迄当阵生意真好。全副武装的枪手一行入去了，就开始开枪杀人。伊还阁伫咧帽仔顶踩一台摄影机，透过串流平台退出直播，过程只有2分钟，一直到平台发现了，才甲信号切断。We have suffered a mass shooting with multiple casualties and several people injured. This is the worst nightmare that any community can face. 案发了。非洲的民权领袖夏普顿牧师希望北疆甲非洲的犹太的也个亚洲的领袖开会，强调联邦政府会提升打击受害犯罪力量。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的疫情扩大，出现约40万例疑似的病例，嘛有8个人死亡。即马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是要求军队来协助稳定药品的供应。德国的人口上济所在巴莱因西巴利亚邦举行地方的选举，总理肖邦带头的政党是输舔舔，外界是咧要讲是因为伊对乌克兰激点点拢无提出积极的帮助。来关心日本众议院的议长进前伫会议顶头讲，伊家己一个月月绩差不多敢若只有100万一票，差不多新台票23万，还佫嫌少，这是引起外界批评，伊嘛赶紧出面回释的。美国总统拜登20日展开亚洲的访问行程，美国外交的议员呼吁拜登嘛爱来咱台湾访问，展现对咱台湾的支持。咱外交部是表示感谢，也毋过嘛表示目前无相关的规划。另外，对台湾将优先的加拿大的议员库珀嘛替咱台湾发声，伊是要求加拿大的政府爱改，台湾毋是中国的一个省。Taiwan is not a province of China. Taiwan is Taiwan. 大声讲台湾唔是中国的一省，伊挺台湾知名度称冠的加拿大众议员库珀，13伫咧众议院质询时阵，批评加拿大卫生警用语竟然甲台湾种族学金申请者的国籍标注做中国的一省。伊半年前就发言讲表示错误，也毋过拢无改正。伊挺台湾的态度也得到其他议员拍破支持。To stop this blatant mislabeling of Taiwan. Obviously, his interests in health will be followed upon,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im.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20要开始伊上任了第一遍亚洲行，按算要访问日本、韩国，加召开四方安全对话。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众议员12联名致函。希望拜登加考虑访问台湾。在中国不断霸凌台湾的时阵，展现美国对台湾承诺的坚定。外交部感谢相关国会议员的友谊与支持，但是目前没有相关规划。如果能来，我们竭诚欢迎，热情招待；如果不能来，也不会减损到台美之间的关系。毕竟我们要尊重美国总统他自己行程的安排。外交部表示，目前是无规划咱方的高层甲拜登总统进行沟通或者是对话。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拜登伫咧亚洲行期间对台湾的关心是未停来。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进前就讲，拜登将会伫咧四方安全对话上，重申对台湾的政策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家人来关心家人，有一个2岁囡仔去滑倒，确诊了后13暗是发烧，烧到42度4，赶紧送急诊的，才发现讲是急性的脑炎。经过家人市的卫生局赶紧联络台北几6间大病院，嘛了后送去台北的荣总抢救了后，14透早也是不幸过往。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表示，会赶紧检讨囡仔转院的流程，看安怎做较有效率。
父母带囡仔来到急诊看病，心情惶惶装病的医护人员问身体状况，这是步入过人病院外口的离科急诊。昨日有一个医师予顾囡仔的人去画到的2岁囡仔出现小可呼吸道症状来遮采检，13检验公布确诊，CT 值是18。不过迄天暗时就出现救紧的情形，而且烧到42度，父母赶紧送来病院。医生10点外评估可能是急性脑炎，建议转院送医学中心的儿童加护病房。先后联络贵人重建、内湖3总、台大病院、马街病院，也有营总。最后伫11点半时阵决定送往营总去救治。主要是他因为在家里抽筋，然后又意识状态比较嗜睡，比较不清楚。这都比较偏向于重症的一个可能性。小儿专科医师的一个判断，他认为必须要住加护病房。那部立基隆医院因为没有加护病房，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台北荣总。这个囡仔就是透早到营总抢救6、7点钟了后，医院第14早起因为急性脑炎、诱发败血症加多层器官衰竭死亡，是不是甲 COVID-19 有关系？也等台中央判定。指挥中心讲会检视转院的流程是不是会使较紧的。台北区这边是有6张的这个儿童专责的 ICU 病床我们会在就整个转送里头的一些细节再跟卫生局还有医院这边来讨论，就说怎么样能够更快的掌握到这些病床的资讯，来协助这个加速转院的流程。针对儿科，我们有开设绿色通道，但绿色通道也应该很难解决重症患者没有办法立即住院接受照护的这个问题，关键问题还是在人力上。指挥中心统计，到即阵为止，全国10岁以下中重症含死亡人数是15人。即阵儿童的加护病房，北部也有6个空床；儿童专职病房有221张的空床，北部各大病院也有2位数以上的空床。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有招县市首长做伙开会，讨论有可能要放宽居家隔离标准，就是讲有做过3档预防射体检阴性的就唔免隔离。湘北市拢认为讲安尼施做也是无法度减轻地方的行政负担，而且伊嘛讲即马 PCR 的量能已经根本制作袂掉啊，居家隔离已经无啥意义，建议改做自主健康管理就用的。台北市长郭文铁视察中正纪念堂设伫车来树的进度，十六就要升起营运，因为疫情一直清悬，闪85总共新增将近35000例，占全国确诊数一半。疫情指挥官陈市长15要求各地县市首长开会，郭文铁反映 PCR 量能有经无啊，建议放宽检查阳性真侪临床判断的指标，这4项建议，认为地区隔离已经失去意义，以自主管理为主。我们没有动用警察军队。自主封城问题都解决掉，所以也就是说，你知道哈，如果你是确诊者，你自己就应该知道你要隔离7天，不要出来害人。如果是你密切接触者，那要么你要出门，你要自己做快筛才可以出门。郭文铁认为中央自主汇报系统一直塞车，地区隔离的通知也浪费行政的人力，应该先数字道德，才阁动用公权力。新北市也是相反的想法，因为中央提出的主板3档疫苗免隔离的政策，无度减轻负担，应该赶紧转型。另外，快速检查阳性，全面看做确诊，也莫阁去掉咧咯。请教一下，65岁也就没有伪阳性问题，也就没有人权问题吗？要简化流程，减少人民的痛苦，快速的把快筛阳视同确诊，一次到位。另外，对着卫福部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则是指出，湘北市府明显叫袂叮当地区病院甲大型的各校病院来配合，爱经由中央来协调。侯友宜也真生气讲，将讲话予第一线同仁真伤心，是要安怎来忍受咧？叫我们第一线的所有的作战体系情何以堪？请教总统、院长。我跟你讲，今天北荣不是都在这里，有什么叫叫不动的？我不认为王必胜会讲这种话。郭文铁认为王必胜袂讲这款的话，这是真标准的民进党新闻承杀责任。另外，侯友宜认为讲正式检查站不是解决问题，郭文铁也赞成，因为以台北营总为例，实验室就要24小时作业，样本要摕去倒位检验，这才是大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来关心台中的建德路迄块地啊，有帝国糖厂建国市场。伫年底时，佫有一间大卖场要开播，普通时啊，人就已经查。原本路边的停车格就已经无够用啊，即马市府佫按算要甲车路分块，要取消171个停车格，这是引起民众不满。到台中市东区有名帝国糖厂佚佗，每一个人拢共款的困扰。这个公园足好耍的，但是车位少。
来爱找真久啊，像阮拄仔来找头20分钟啊。在高雄庆边有年底就要开幕的大型购物商场，还有台中上大的公有建国市场。不过，即马传出这个所在上场的干道建设路在拓宽，所以将路两边177个汽车停车格取消，引起地方不满。来这边消费的民众都需要停车格，那你把它取消之后呢？势必会造成地方的违停乱象会更严重，势必会引起交通的混乱，引起这边的居民不断的投诉。建设路2线道拓宽做4线道，开1714万工程，已经在3月中动工，不过民意反弹暂时停工。建设局紧急修正未来5公尺宽进行道不变，2.4公尺宽的绿色空间会退缩，改用比车弯的方式规划停车空间。将研议采利用人行道周边栽带退缩增设停车格方式办理，规划后续成果完成后，将尽速邀集地方说明，仔仔细细的规划好，不要说民众反映一项你就做一项，所以要从头到尾的仔细的替民众着想。建设局强调，未来要求交通部检讨设计，目前有个会开放60个汽车停车位，后续各项地方水平，民众是不是同意爱国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若是讲到较出名的人物，大家应该拢会想到乌珍珠。若即阵高雄农改场有推出一款新的品种，叫做高雄2号春枝桃，嘛互人号做水蜜桃人物。上大粒的一粒就要花1斤，若食起来是清甜佮绵。甲乡亲咱做伙来品尝。2粒人物摕伫咧手里，大细粒差有够济。倒边的是出名的品种乌珍珠。正边的是高雄农改场的新品种，高雄2号春枝桃，嘛互人号做水蜜桃莲雾。水蜜桃莲雾现在是所有莲雾品种里面的巨无霸，因为它的那个单颗重平均的话可以到250公克，那最大颗的话可以超过500公克。为什么会红号做水蜜桃莲雾？就是因为这款莲雾水分多，用手掂就会当看到果汁插插滴。而且食起来口感是绵绵绵，无一般莲雾迄款刷刷的感觉。有民众认为讲，佫有一款甘蔗清甜。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口感很清甜、很绵密，吃起来没有渣，没有有一个那个渣的感觉。有人说有那种甘蔗的一个淡淡的香味，那它的甜度大概在10度、11度左右。南州农会表示，上大粒的甚至会当超过500公克，等于一粒就要换1斤。不过现主时，市民要真罕你看到水蜜桃莲雾。农改场发现讲，屏东南州的环境真适合种，所以就甲当地农民相关的技术，要甲这款新品种推广出去，嘛提供农民无同的种植项目。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屏东南边的仁和社区，这2档有招社区的老大人组一个乐团，伊是用环保材料做乐器，伫县府举办的音乐比赛，佮有吊顶摕到铜牌。即阵已经是当地真出名的团体啊，近摆有活动就会指定因出来表演。看这个老大人认真对节奏咧拍鼓，真有活力。这是屏东南边的仁和社区。一群阿公阿嬷组成的团体合作拍鼓好耍，成立这2档来是真骨力咧练习，即阵已经是整理真红的表演团体了。阮的拍鼓好耍吼，我们已经成立大概2年多了。其实嘛是有一寡迄个耆老因算讲较毋捌记嘛，节奏上拢完全拢听无，为袂晓较紧，大家拍甲足好的，伫厝内底。现在物资真有拢带出来，会当行出去社区内底。都是80几岁的老人了，有的人呢，可以说正常的生活也是有点问题啦。但是阮来遮吼，这一段练习的中间呢，阮大家拢足认真的，阮用着足实在，阮总去比赛，无想到讲阮有遮好成绩呢。乐团的平均年岁80岁，不过进前参加县府办的银闪闪音乐比赛，佮摕到铜牌。这老大人拢讲，因大家拢真拍拼咧学，伫乐团佮重新找到人生的目标佮方向。而且即马有真侪活动，拢要请因去表演。包括阮的乡运，好嘛，邀请阮去迄个合作去拍，好个迄个即件参加银闪闪表演，
上次我去迄个一间店，爱甲我讲饮食指挥，就是7月份要成立，然后他也要邀请我们的队伍去跟他们一起同欢。一个拍鼓好耍的乐团，毋若整理的时代，伫拍鼓的时阵愈拍愈欢喜。当筋骨佮消头有助的心情，而且因的热情佮活力，嘛互看表演的观众拢感觉真深刻。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5月18是国际瀑布馆日，嘉义县市结合在地文化资源有举办活动，高雄南院嘛规划几个月的展览甲讲座，若伫5月18节到嘛有开放免钱参观。嘉义县高雄镇的地方文化馆为着5月18国际瀑布馆日，实在是提早伫高雄南院做伙举办活动宣传，嘛紹介地方的文化。这个地方不只是国宝级的文物，也跟很多地方的文化馆跟文化活动做结合，所以它等于是博物馆再加上文化活动的一个集结体。嘉義市立博物館嘛，伫即天結合市立美術館、考世漢博士紀念館、甲史籍資料館等5間地方文化館，用故事的信奉做主題，舉辦城市行讀甲講座坊。一族人觀念，也許是木產業帶來的很多的基礎。到我們這一代，我們有更好的把我們的精神發揚光大。這就是在博物館裡面，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都要愛。除了嘉義縣市地方文化館的活動，高雄南院伫5月份，毋若配合展覽有活動甲講座，5月18即天，各會當免費參觀。高雄南院表示，連接國際博物館的學習精神，後來時陣各規劃親子藝術活動。我們可以透過這些藝術作品去回溯、去探訪科學，然後呢，也可以回去探訪色彩以及歷史。我們會針對這樣的一個主題呢，我們會設計夏日親子藝術月。高雄南院表示，今年國際博物館日的活動精神是博物館的力量，希望民眾會當利用各種博物館平台，學習各種資訊，開拓家己的眼界。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新聞消息來關心新北市病例數上濟是本土疫情上嚴重的所在。消防署即馬是找各防部甲各縣市的消防局調人力甲救護車來支援。目前有調140台救護車甲280個人，就等地方提出需求，就當隨出動。上的高級救護資源。消防員甲國軍2個人一組，鬥穿防護裝備，對頭到腳攏愛保護白白，準備要送確診者去病院。我們75%的酒精去我們車子上做個基本的清消。對病院轉來了後，救護車愛徹底消毒，燙防護衫也愛洗字，每燙一項手就愛消毒一解。因應新北市確診人數大量搶關，國軍第2階段消防防疫勤務訓練，12日伫咧新北的海山分隊正式登場。我們每天是早上8點到下午的5點，配合消防局的作業時間，那以1車2人次的一個方式來協助地區衛生局消防隊來執行後送的一個作業。在驚疫情會佇軍中擴散，國軍登去軍營內底攏愛落實自主健康管理。新北市消防局是表示，這陣救護的量能要有夠。那在整個確診案例破萬例以後，那每天的這個勤務量大概一般的救護超過500趟，那在確診案例的部分超過200趟。那對我們的救護量呢，當然是很沉重的負擔，但是目前我們的量能呢是足夠的。那目前全新北有108部的救護車在執行這個防疫勤務，我們還有70部的載看車，還有12部的備用救護車還沒有投入。消防署表示，即馬已經向各地調140台救護車，280位國軍官兵。未來只要地方有需求，攏會當向後備指揮部提出申請，即時來加入救護的工作，也會看疫情狀況，擱再增加人力。記者阿敏精整派文，新北報道。高雄壽山動物園最近有接到幾若件鳥頭鳥救援案件，其中有一隻是救護車弄着傷，是骨斷去，獸醫替伊開刀釘釘啊。目前這隻鳥頭鳥逐工攏愛復健，愛等恢復健康了後，就會當野放。記得我上午有醫生，上午會死。看鳥頭鳥麻醉的時，獸醫師替伊倒病的舌骨檢查做復健。
这只猫头鸟是3月时，互人送来动物园，因为伊互车弄着伤，是个骨折，看起来真严重。做了手术，就是用钉子把它的骨头串成比较正确的位置，这样子。然后目前的愈合状况是还 OK， 它还有骨片没有完全愈合，但是钉子目前是拔掉了，然后有在做外固定，然后还有在定期的做复健。最近来到动物园的，阁有这只落地游泽的猫头鸟，另外有一个伙仔住伫学校地下室。鸟妈妈带2只鸟仔囝，嘛互人送来遮照顾2个月。因甲另外一只鸟仔囝拢总4只，已经顺利放线。就这3只幼鸟的羽毛都换成大的飞羽，然后羽毛几乎毛色就是绒羽都掉光了，然后已经可以飞行。兽医师表示，保育类的猫头鸟，这几档需要救援的数量袂少，可能是秋冬变少，致使猫头鸟离人愈来愈近。即马又阁是真侪鸟仔囝当咧学飞，呼吁民众，若是发现路边有鸟仔囝，上好甲留伫现场。记者邓亚文、赖维做高雄报道。第段大车拼来看网球世界球王乔科维奇，才拄摕到罗马大师赛生涯第1000场胜利，是史上第5人。昨昏伊个拍赢希腊的选手西西帕斯，摕到胜利，嘛摕到今年罗马大师赛冠军。来看体育新闻的整理报道。对手会球时阵拍到线外出界，网球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双手握拳庆祝摕冠军，伊连续赢2局，拍败世界第5位希腊选手西西帕斯，摕到今年罗马大师赛冠军，也是今年第1组巡回赛冠军。Like the previous years, I knew that my best shape on the clay is usually coming around Rome time, so it couldn't be a better time, obviously, coming into Roland Garros with a title and in this wonderful tournament. 乔帅今年是多灾多难，因为坚持买入新冠疫苗，所以无法度参加澳网，一直到顶礼拜罗马大师赛，这是伊今年第50个比赛，而且进前拢无摕冠军，甚至甲球王的宝座拢让出。但是伊顶礼拜先伫咧4强赛拍败挪威23岁选手路德，摕到伊个人巡回赛第1000场胜利，是历史上第5人。尾仔伫咧决赛对西西帕斯，虽然第2盘被入到抢七，上尾依然摕到个人第38座大师赛冠军。对手会球挂网，卫冕下骹的球后斯维泰克激动甲跪在涂骹庆祝摕冠军。球后伫咧罗马公开赛以2个6-2拍败世界第7个突尼西亚选手贾布，摕到伊个人第2座罗马公开赛冠军。All these tournaments that I've won seem pretty surreal right now. I feel like just continuing the same things that I did before. Really was the key to that. 这是斯维泰克伊个人最近的28连胜，也可以连续5-3拢摕冠军。伊讲比赛后要食提拉米苏来庆祝。羽球2年一遍的团体赛通球杯，印度伫咧汤马斯杯连续3点拢摕到拍败印尼，上尾斯里坎特摕到冠军点，全队拢走落去球场庆祝。印度伫咧决赛对到有摕过14遍冠军的印尼，结果拍败对手，史上第1遍参加比赛就摕冠军。因那前一天的尤霸杯女团决赛，中国对南韩，双方经过5点大战，上尾世界排名第46的申玉静，第3局拍败新的亚锦赛金牌王芷怡，南韩3-2拍败中国，摕到等了12年的冠军。And that one's driven to center field by Shohei Ohtani, and that one is gone. 日本籍投手大谷翔平伫咧对运动家的比赛，第5局攻出一支2分炮，互伊伫咧大联盟第5年443场比赛，就完成大联盟100支红骨人，互伊正是史上第3位个人100支红骨人的日本选手。伫咧巴西南卡亚斯举行的听会，中华队赛程全部拢结束。伫这届赛会，台湾摕到2金7银8铜的成绩。不过保龄球因为受到国际经济影响，是延到10月伫咧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所以中华队也有机会提牌。代表团15开始分配回国，因为目前有21位队职员确诊。体育署讲已经安排机场附近的饭店，互因收享，也留随团人员甲因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过身的阿根廷骹球传奇球星马拉多纳，伊伫1986年世界杯受争议的一球，有人讲是上帝之手，有人讲是魔鬼之手。
当时伊比赛穿的球衫，伫即个月初以930万美金，大约新台币2亿7千万卖出去，这嘛创下体育界的新纪录。这领蓝色的阿根廷骹球国家队的球衫，在一个国际拍卖公司苏富比的电视区，这是阿根廷已经过身的骹球传奇明星马拉多纳当年上帝之手入球时阵所穿的球衫。这领衫4月29日初时伫咧线上拍卖，上尾价绍930万美金，代表2亿7千万。This is really one of the most, if not the most, significant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football, and to have a shirt that's tied to two such historic moments, for the hand of God, which is obviously this incredible play, an incredible moment in time, but then also the goal of the century. 上帝之手球衫拍卖创纪录，伫过去体育比赛衫裤拍卖上悬的介绍是美国棒坛的传奇明星贝比鲁斯所穿过纽约洋基的球衫。介绍560万美金，迄当阵也介绍190年奥林匹克赛演超过880万美金体育纪念品拍卖纪录。上帝之手发生伫1986年世界杯骹球8强赛，马拉多纳带阿根廷伫咧下半场第6分钟用手甲球送入去球门，验过伫咧体坛引起正大的争议。这场比赛伊连2球带阿根廷2比1拍败英格兰，而且上尾也阁摕到冠军。The auction came about as Steve Hodge, who flicked the ball to Maradona on the hand of God play, had this in his possession ever since the game. He had loaned it to the National Football Museum, and after having it for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ime, he decided that the timing was finally right for him, and he contacted us to do the auction. 经过月霍奇决定甲衫提出来拍卖，不过马拉多纳的情某甲查某囝讲，这领球衫是顶半场穿的，毋是入球迄当阵穿的。拍卖的苏富比还阁请专家用高科技来鉴定。We undertook a process called photo matching, which is when you look at the shirt in really microscopic detail, even examining individual threads and groups of fabric, and comparing it against photos of the game to the shirt that we have in our possession. And we were able to find conclusive photo matching through a firm outside of the company that we hired to do it. 尾仔总算确定这领球衫是迄当阵马拉多纳入球时阵所穿的球衫，上尾也拍卖出创纪录的介绍，和这件转卖鉴定的风波，也甲上帝之手同款被列入纪录。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欧洲的歌唱比赛有一个乌克兰唱民谣 rap 的团体，伫40个比赛队伍内底摕到头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阁专工写文章甲因恭喜。那这个比赛明年伫要伫乌克兰的马里坡举行。乌克兰民谣饶舌团体卡路什乐团这首史蒂芬尼亚原本是主唱普修克写给老母的，不过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歌曲互赋有新的意义，真侪鼓励乌克兰人民对抗强敌的爱国歌曲。今年这场在意大利杜林举行的欧洲歌唱大赛，卡路什乐团所在这顶场就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果然无负众望，一路是过关斩将，在决赛以631分摕下冠军。So we have a winner. The winner of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2022 is Ukraine. Lift it up. You deserve it. And if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his is the momen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Ukraine. This victory is for every Ukrainian. Slava Ukraini! 按照惯例，夺得冠军的国家就是下一届歌唱大赛主办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方面写文章表达祝贺，另外也讲，这个比赛明年会选到马里坡来举办。欧洲歌唱大赛总成绩是由专业评审甲电视观众投票2方面所组成的。40个参赛队伍内底，得到专业评审第一关票的，毋是卡路什乐团，而是出身建筑工人的英国歌手山姆瑞德。因为瑞德所演唱的歌曲《太空人》伫观众投票排名第5，分数加起来得到亚军。而这个卡路什乐团伫专业评审的得分是排名第4，全部靠观众投票甲总积分又到第1名。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环境爱关心，来关心北极熊已经封列做濒临危险的物种。科学家嘛估计讲，全世界即摆大约敢若剩26000只尔，因为伊即摆地球的温度继续咧升悬，海冰扬起的速度佫真紧，这嘛影响北极熊的休困地，还因找无食的。为着要抢食物，会互相相拍、互相相抬，这嘛影响熊母饲养后一代。挪威的极地研究员当年拢会到东北地岛调查北极熊族群的数量甲健康的情形。这边拄好拄到一只激素冬眠的母北极熊，带2只细只熊。研究员趁伫咧抽母熊的血时阵，让这2只高水的熊仔囝算。虽然今年看起来母熊身体状况算袂歹，不过研究团队也是担心这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全世界气候暖化的情形也是真严重。Temperature of the water in the sea is in general higher than it used to be, and that doesn't change, that much from year to year. 北极熊伫咧行路或者是掠物件食时阵，拢是踏伫咧海冰，冰若愈高，骹步就愈窄，会当行更较远。不过因为暖化，冰愈来愈薄，甚至规个拢扬起，所以北极熊伫咧水内面游的时间会变较侪。If this continues, maybe suddenly one day they use too much energy compared to how much energy they get from what they eat. So,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to swim 200 kilometers, it costs a lot more than if you walk those 200 kilometers. 水受伤久会消磨体力，长期食袂饱，母北极熊较无忍通饲囡仔，细只熊较袂大，甚至出现母熊放杀囡仔的情形。北极熊的数量愈来愈少，估计全世界即马只敢若剩26000只。The future, if we continue on the course that we're on, doesn't look good for polar bears. And we need to act quickly if we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hat we still have to save polar bears over much of their range. 食物的来源减少，北极熊开始食同类，族群缩小，抑个群侵繁殖的情形增加，减少基因的多样性。北极熊即马已经被列做濒危动物，人类若无赶紧采取行动，降低气候暖化的情形，但係这个世纪北极熊恐惊就会绝种。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天气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水汽较济，西半部、东北部、花莲、台东雨会较粗，嘛会细至上大雨。明仔载方面就会离开啊，水汽就会减少，嘛会回温。一直等到拜五的时，才有另外一波方面会到位，到时阵西半部甲宜兰会变天。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1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3度。外岛是13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